呀，我在这。大概帮忙站一下柜台，等排好你再出来你。不是哥哥？一个站柜台后前。啊，我阿妈进来，你们两个在这里。好。啊，你要去赶快喊哦。好。你哪个食？但规帮都是互你食了的。食掉。樱桃189。啊，285啦。感谢500减285，紧嘞。 215。 200这200多。好，多好。哇，那你算遐紧。 189，293块。安尼是偌济？安尼偌济？1000。293，710。710。啊，300。378块。哎，算偌济？705。 370。无多啦，100块无多。300乘以300。樱物件剩。桃一罐189块呢。哦，上高两片。 伤少啦，要到300。啊，两个咯，400咯，你。有因为两袋450咯，400。啊，你搁要100，500。今仔日规工甲因斗阵啊，就感觉因真正是一个足古锥、佮足大心的囡仔。年岁遐尔细，就会晓拣菜啊算钱。拜六礼拜对足侪囡仔来讲，应该是放假的时间。不过对基层佮有民用来讲，煞开始要做事啦，而且时间佮有够早的。 我就感觉我应该好好教因学习，伫咧工课当中找到上幸福、佮有上趣味的代。